同你睇天氣。今日天氣繼續好熱啦，由我哋嘅高清攝影機望到，維港大致天晴，能見度相當好啊。下晝天氣酷熱，大部分地區嘅氣溫超過33度，大美督更加超過35度。衛星雲圖上見到廣東西部有驟雨發展，日本以南嘅熱帶氣旋雲雀將會橫過東海吹向華東。到11點鐘嘅氣溫係30度，相對濕度80%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，有一兩陣驟雨，早晚部分時間多雲，氣溫介乎喺28到33度。展望今日星期剩低時間持續酷熱，局部地區會有驟雨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係屬於低嘅水平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1，強度屬於極高。轉睇下歐洲西部嘅酷熱天氣有加劇嘅趨勢。由於天氣晴朗並且長時間有陽光，未來一日嘅氣溫將會進一步上升，比正常高6到12度。預料星期五到星期日，巴黎嘅氣溫將會上升到35度，倫敦都會上升到31度，而西班牙西南部嘅氣溫更加可能上升到49度。當局呼籲市民要注意防曬同補充水分，並留意長者同小朋友嘅狀況啦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雷暴，澳門驟雨，廈門落雨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多雲，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、東京明朗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明朗，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落雨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天晴，惠靈頓奧克蘭驟雨，孟買落雨，新德里落雨，卡拉奇落雨，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明朗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驟雨，芝加哥驟雨，羅馬明朗，蘇黎世天晴，格蘭克福明朗，阿姆斯特丹驟雨，倫敦明朗，巴黎多雲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幫你遠離防腐劑污染嘅 Fanco 無添加特約播映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，係由太子珠寶鐘錶及 Ball Watch 贊助播映。嗰日